弟兄姊妹早晨，好開心，好感恩呢，就一次翻到嚟金寶鎮華人教會嚟到服侍。我想問下咧，Danny 小組嘅弟兄姊妹喺咪喺度啊？Danny 小組弟兄姊妹舉舉手，係喎喺度啊！我咧其實咧舊年好多謝你哋嘅接待嚇，仲記得你哋整嗰啲好脆卜卜嘅燒肉去接待我同阿 Paul 嚟到去分享。我係做 Ann 林海欣傳道，咁咧我係再一次代表我嘅機構我嘅差會環球宣愛協會嚟到喺基督裏邊向大家問安。咁咧好想咧介紹同我一齊喺香港飛過嚟嘅黃偉雄牧師我哋機構嘅副總幹事俾大家認識。咁咧今日咧喺講道之先咧，我好想咧介紹一位年輕人喺我哋中間Jackie， 我要俾掌聲佢好嘛？咁咧 Jackie 係邊個嚟嘅咧 ？Jackie 咧就係咧佢去年咧就係去過柬埔寨短宣咁咧今日好想請佢分享。Jackie 係台灣人嚟嘅，咁佢用一啲好慢嘅普通話，大家可以嘛 ？OK 啊，好，請 Jackie。Thank you, Joanne。大家好，我叫 Jackie。我嘅廣東話唔好，唔好意思啊。我就用中文跟大家說一下我的分享。大家好，我在今年1月的時候，跟國語的青令的短宣隊一起去到了柬埔寨。對很多人來說，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我自己是住在離去海邊、去 city、去機場、去工作都不用超過25分鐘的地方，所以任何一個地方只要超過30分鐘，我就會覺得太遠了。所以基本上只要超過30分鐘的活動，我都不會去。所以在 COVID 的時候，我甚至被困在5公里的地方，我很 enjoy， 也很舒服。我曾經以為我很愛神，因為呢，我參加崇拜，參加小組，我平常聽的是詩歌，我看的是講道，跟只有關於 Christian 的基督教的電影，不看其他的東西哦。我從禮拜1到 weekend， 每一個晚上8點都會有很多的小組，每一天，然後我就 burn out 了，我就完完全全的離開教會1年的時間。很感謝主，我後來回來了教會，然後我參加了青年營會的服事，在他們的宣教工坊裡面，我被神挑戰。宣教士們說，他們離開自己熟悉的國家，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學他們的語言，去學他們的文化，去幫助當地從海外回到那個國家的基督徒。那一刻，我發現什麼叫做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當我踏上柬埔寨的土地的時候呢，我看到了宣教機構建立小學、中學，甚至讓小孩子得到教育，看到缺乏父母的陪伴的孩子在教會裡面得到了愛和盼望，看着因為支持他們在經濟上面，所以小孩子可以去首都讀大學，然後再回到小鎮去服侍他們的下一代。如果我因為我不想要去太遠就拒絕了，那我永遠都看不到神的奇妙作為，我就不會去到了柬埔寨，也不會來到你們當中。所以我想到說，我以為我參加小組，我參加讀經，我參加禱告，我就是回應了神的愛，那些都是，但是我還是在專注於我做了什麼，而不是看到神做了什麼。他的福音比我們想象的更偉大，也更廣闊。
我們常常會覺得宣教士要有特別感動的人才會去，但是聖經耶穌的真理告訴了我們，在宣教是每一個人的事情，不是因為我們想不想要做，而是神的心意是要萬國、萬民、萬邦去聽到他的福音。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請大家，不管我們走得多遠，我們或者可以去思考，我們是不是可以支持一個宣教士，關心一個孩子，參加一次的短宣，我們在參與神很大的福音計劃當中。因為宣教不是少數人的呼召，而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謝謝大家。多謝 Jackie 嘅分享嚇。我自己咧有7年嘅時間咧喺前線嚇非洲烏干達嘅地方嚇服侍一班嘅孤兒寡婦。後嚟咧喺宣教工場嚇見到有好大嘅需要，亦都見到有好多嘅假教導。自己咧當其時對聖經嘅認識好膚淺，唔係好識得分辨。於是咧喺上帝面前求問，神咧就呼召我去到神學院，好好咁去裝備自己，好好咁去讀聖經。喺神學院畢業之後咧，喺神嘅帶領之下咧，我繼續參與宣教嘅工作。喺上年咧9月份，我有機會咧去到韓國嚇參與一個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會，喺全球咧有5000位教會同埋宣教嘅領袖進行為期7天嘅會議，去討論宣教嘅策略。今年咧宣教大會嘅主題咧係讓教會一起宣告同埋展示基督。呢句子裏邊咧有2個動詞喎，係宣告同埋展示，係口所講同埋生命裏邊都要展示我哋嘅主基督。唔係一間堂會去宣告或者展示基督，係一齊，係一起，係眾教會同埋眾弟兄姊妹，亦都係關乎攜手合作。因為咧，聖經話俾我哋知，我哋都係咩啊？係基督嘅身體，係咪啊？每部分咧都係好重要，每部分咧都需要彼此先至能夠有效咁樣嚟到宣告同展示基督，讓唔同民族、萬國萬民萬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去睇見基督。而教會設立嘅目的就係為咗宣教。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去到啟示錄都係關乎神對萬國萬民嘅救贖心腸。神應許亞伯拉罕話俾佢知，地上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吩咐以色列嘅子民喺萬民中要做神嘅子民，以至到全地都能夠認識耶和華係獨一嘅真神。雖然以色列人後嚟因為叛逆而失敗，冇履行神俾佢哋嘅使命，但係信實嘅神對萬國萬民萬族嘅救贖應許冇因為咁而停止。神設立教會嘅目的係宣教，要成就佢對萬國萬民萬族嘅救贖計劃。弟兄姊妹諗起宣教，唔知你哋諗起聖經裏邊邊一間教會呢？聖經裏邊咧話俾我哋知，第一間宣教嘅教會，大家都可能好熟悉，都聽過，就喺《使徒行傳》所提及嘅安提阿教會，係第一間，但係唔係只有呢一間。今日咧好想藉住咧約翰3書去幫助大家去明白，究竟我哋點樣可以成為一間宣教嘅教會？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嚟對攜手合作去宣告同埋展示基督？喺講道之前，我哋一齊同心祈禱。七天父，我哋好多謝你將你自己寶貴嘅話語留俾我哋，求聖靈喺我哋心裏邊嚟到去運行，做提醒、教導、督責、勸勉嘅工作。求你幫助我哋今日單單聽到神你自己嘅說話，將神你嘅說話唔係單單停留喺我哋嘅腦裏邊，而係喺我哋嘅心裏邊，更加嚟到去用手去實踐你所吩咐交託俾我哋嘅使命，以至到神你自己嘅名可以得榮耀。求你幫助我哋去謙卑，無論係講嘅、聽嘅，都能夠謙卑去到你面前，去敬畏你，謹慎聆聽神你自己嘅話語。
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約翰一書、二書、三書嘅作者都係使徒約翰，寫書嘅日期咧係主前大概90至95年，係約翰喺佢晚年嘅時候寫成㗎。當我哋一齊將呢3卷書一齊讀嘅時候咧，都會發現其中有一啲好突出嘅重點㗎。譬如約翰一書，其中有一啲教導就係提醒教會唔好俾嗰啲虛假嘅教導動搖，肢體要提防假教導。而當時教會盛行嘅假教導係否定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嘅真實，否定基督嘅贖罪同埋基督肉身嘅復活。唔單止係當時嘅教會，而係而家喺呢個世界裏邊有好多呢啲假教導，越嚟越多，仍然係存在。而去到約翰二書、約翰三書都有提及惡事。約翰二書裏邊提醒我哋，呢個世界有好多好多嘅騙子，教會要防備呢啲嘅騙子，就係嗰啲傳講假教導嘅人。你唔好接待佢，亦都唔好問候佢，連問安都唔可以，因為如果唔係咁樣嘅話，你就喺惡事上邊有份。因為接待或者去問候呢啲鼓吹假教導嘅人，就係代表咗呢啲假教導係被接納，信徒好容易會被迷惑，為教會、為宣教工場帶嚟好大好大嘅危險。我哋要有清晰嘅立場，表明呢啲假教導嘅人係唔能夠被接納。當我哋講我哋要彼此相愛，但係彼此相愛嘅基礎係要建基於喺真理裏邊。而約翰三書咧提醒有一個叫做丟特腓嘅人，聖經形容佢係一個 trouble maker， 係一個搞事嘅人。唔單止佢自己唔願意接待嗰啲傳講真理嘅宣教同工，佢更否定教會嘅領袖，制止教會嚟到接待宣教同工。弟兄姊妹，我哋要思考一個問題，就係接待同問候嗰啲講假教導嘅人係惡事，唔接待嗰啲宣講真理嘅宣教同工都係惡事。咁即係要做咩啊？喺約翰三書裏邊話俾我哋知道，就係要接待嗰啲傳講真理嘅宣教士。真理呢兩個字重複，無論喺約翰二書、約翰三書不斷出現有6次咁多。聖經提醒教會要重視真理，為真理把關。今日咧喺約翰三書裏邊呢卷書裏邊咧，我哋會睇2個嘅重點。第一就係我哋要忠於真理，按真理而行。第二就係點樣嚟到去攜手合作，去幫助喺前線嘅宣教同工。弟兄姊妹我唔知道我記得咧，你哋教會都有支持宣教士，係咪？有為宣教士祈禱。喺樓下咧，我見到你哋都有貼宣教士嘅代禱信嘅。如果有一日你哋教會嘅肢體同你哋講，Victor 牧師，我咧好想申請做宣教士啊！而咧，Victor 牧師就會成立一個 committee， 一個嘅委員會，一齊嚟到去甄選接見。你哋都係做代表。喺面試嘅過程裏邊，我唔知道大家會問呢一位嘅同工一啲咩問題。而喺睇佢嘅履歷嘅時候，你最睇重嘅係邊一部分呢？又或者當教會要選擇同一個宣教單位合作嘅時候，應該有啲咩留意嘅地方呢？我信主之前咧，曾經喺歐洲有 working holiday 即係喺一間嘅小餐廳裏邊咧，幫人沖下咖啡整下雪糕咁樣。常常咧都會有機會咧去接待嗰啲穿州過省嘅一啲旅客啦，或者一啲客人。有一日咧，餐廳嘅老闆咧就接待咗一對咧聲稱自己咧係從遠方過嚟嘅宣教夫婦。但係咧，佢哋一嚟到咧就同我講：Joanne，你有長短手腳啊！你跪低，我要醫治你。又播出一啲咧高舉神蹟醫治嘅電視報導加影片。當時我根本未信主，我唔識得去分辨究竟係乜嘢係真，乜嘢係假。佢哋講緊嘅係乜嘢？後嚟當我信咗主之後咧，有7年嘅時間喺前線服侍，常常咧都要去非洲同埋亞洲、東南亞好多好多嘅地方。我同一班嘅非洲年輕人一齊好緊密咁樣去合作服侍同埋生活。
我留意到呢班非洲嘅年輕人好崇拜某幾個喺美國、新加坡嘅電視報導家，呢啲人會穿州過省，亦都會透過電視媒體嚟到去喺唔同嘅地方去舉行一啲嘅叫做大會。佢哋講到嘅內容呢，係強調神嘅心意係要信徒喺地上邊有物質上面嘅豐富，鼓吹信徒要做奉獻。佢哋教導奉獻嘅目的係神要祝福佢哋，讓佢哋喺地上邊擁有物質豐盛嘅成功神學。你想要禱告蒙應允咩？要神為我哋成就成功咩？必須要先付出。點樣付出呢？佢哋嘅教導係你要奉獻。想要病得醫治咩？要先獻上你嘅奉獻。No money, no miracle。想要升職、生意成功咩？要先奉獻。呢位嘅弟兄 Costy Hin 年輕嘅時候就跟住佢嗰位鼓吹成功神學嘅叔叔坐私人飛機去到唔同嘅地方嚟到去宣講成功神學嘅教導。但係慢慢發現佢見到有好多唔公平嘅時候、唔公義嘅事情嘅時候，佢開始去質疑，特別係當佢哋去收取好多人嘅奉獻，但係咧攞嚟自肥嘅時候。但係佢冇辦法，只可以喺叔叔嘅口中得到一個好滿意嘅答案。後嚟佢入咗神學院，認真裝備真理，讀聖經。而家係美國一間教會嘅堂主任牧師，係一個咧忠於傳講真理嘅牧者。佢曾經咧寫咗呢一本書，書名係 God， 然後係 Greed and Prosperity Gospel。佢喺呢本書裏邊提及佢年輕嘅時候同佢叔叔舉行好多嘅大會。睇見有好多嘅貧窮人，因為想要神加倍嘅祝福而唔信呢啲似是而非嘅道理。佢哋教導病患，你冇得醫治係因為你冇信心；你生意唔夠人成功，你窮係因為你奉獻唔足夠。呢本書裏邊亦都係提及到佢哋舉行大會嘅時候會收取好多嘅奉獻，而呢啲其中好多嘅奉獻包括好多嘅貧窮人。好多人誤信佢哋口中似是而非嘅教導，將袋裏邊嘅金錢放入佢哋嘅奉獻袋，以為奉獻越多，神就會令佢哋致富、生意成功、賺到盆滿缽滿。弟兄姊妹，呢一種嘅教導只係會令到信徒貪愛世界，當我哋嘅三一真神係黃大仙咁樣嚟到去供奉。佢亦都喺呢本書裏邊公開佢哋極度奢華、大富大貴嘅生活，包括坐私人飛機、買私人飛機、入住世界上面最豪華嘅酒店。其中係有一晚係試過25,000美金喺杜拜嘅買間酒店入住，購買各款成千百萬嘅名牌跑車。而呢啲奢華嘅消費全部都係嚟自喺大會裏邊信徒嘅奉獻。佢哋用信徒嘅奉獻嚟到去自肥，而成功神學嘅教導亦都教導神唔希望你再有罪嘅意識，唔希望你繼續認罪。弟兄姊妹，我哋要去諗下聖經究竟點講？聖經明明教導我哋要咩啊？要彼此認罪，若認自己嘅罪，神係信實嘅，係公義嘅，必定會赦免我哋嘅罪。聖經教導我哋要悔改回轉，要努力去成聖。聖經教導我哋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嘅貪心，因為人嘅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福音唔能夠妥協，妥協嘅福音只會徹徹底底咁樣去破壞同埋消滅教會。我冇辦法只可以喺短短30-40分鐘嘅講道內容裏邊去分析成功神學嘅錯誤，但係最近喺2-3個月之前，香港出咗一本好好嘅書。建議大家有機會都去買呢本書，由楊慶球牧師同埋陳全華牧師所著作嘅呢本《成功神學嘅謬誤教導》。點解我要講呢啲？我想講嘅就係今日無論異端或者剛剛所提及似是而非嘅教導，對歐美、非洲、亞洲嘅教會同埋宣教工場帶嚟極大嘅破壞力。我上年有機會代表機構去到德國同埋法國探訪工場，同埋去做宣教嘅動員。去到每一個嘅火車站門口都見到有耶和華見證人嘅攤位。
工場嘅宣教士同我哋分享，唔同嘅異端喺當地非常非常之咁活躍，佢哋會滲入嗰啲缺乏牧者嘅教會同埋團契，將羊去擔走。唔單單喺歐美，喺我認識嘅柬埔寨、亞洲同埋非洲好多唔同嘅國家，由於宣教工場缺乏工人做培訓，又嚴重缺乏宣教士，唔合乎聖經嘅教導，透過電視、多媒體不同嘅途徑滲入大學嘅校園、職場，甚至乎係教會，將人引向滅亡嘅門。你可能會問，咁我可以做啲咩？關我咩事呢？弟兄姊妹，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有人向你哋遠方嘅家人或者朋友去做一啲假教導嘅傳講，一啲似是而非嘅道理，如果 Victor 牧師唔喺度嘅時候，你哋識唔識得去分辨呢？聖經話永活神嘅教會係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宣教好需要教會支持，攜手為真理護航。求主幫助教會，唔單止效法安提阿教會，積極培育、差派、打發宣教士去到工場傳講真理，將福音同埋真理傳講得清清楚楚，對假嘅教導絕不妥協。同樣亦都效法約翰長老喺約翰三書嘅教導，要忠於真理，按真理前行，要小心謹慎，為教會同埋宣教工場把關。讓萬國萬族嘅人都能夠藉住相信基督為人嘅罪流寶血，死喺十字架，被埋葬，第3日復活。呢一個先至係真正嘅福音。人能夠同神和好，以真理同埋靈去敬拜我哋嘅三一真神，並且甘願做一個付代價跟從主嘅門徒。第二個重點。約翰長老去稱讚該猶用愛去接待呢啲穿州過省守住真理、傳講真理嘅宣教士。頭先我哋讀嘅和合本譯本，但係今日好想睇另外3個嘅版本，有一啲字我哋好想大家去留意。第一，頭先我哋讀嘅和合本版本係講以配得過神，但係喺新學院譯本係講以合乎神嘅心意嚟到去差派幫助呢啲宣教士繼續向前行。呂振珍嘅譯本係以對得起上帝嘅方式，而環球聖經譯本係要以神喜悅嘅方式。我哋應當或者應該接待呢一啲嘅宣教士，幫助佢哋前行。應當同埋應該係一個嘅動詞，喺聖經原文嘅意思係必須承擔嘅責任同埋使命，並且係一個欠債者、虧欠者嘅心態。我哋唔可以虧欠呢一啲出遠門去服侍神嘅人。而呢個動詞喺原文係現在嘅時態，即係話呢個責任係持續不斷係 ongoing 咁樣嚟到去發生同埋進行。接待嘅意思唔單止接待客旅，更有具體嘅幫助，一啲好實際嘅幫助同埋支援嘅意思。教會有責任同埋使命嚟到去幫助支持喺前線遠方服侍嘅宣教同工，攜手為真理嚟到去同工合作。弟兄姊妹啊，咁我哋又問乜嘢係合神心意嘅方式？乜嘢係對得起上帝嘅方式？如果要明白乜嘢係合神心意嘅方式，唯一嘅方法，我哋就要喺聖經裏邊知道聖經點樣講。我曾經有7年嘅時間即係喺前線來往烏干達同埋東南亞唔同嘅地方服侍，試過長時間喺唔同嘅國家生活。譬如喺烏干達，無論我去到邊度啲人都會嗌我 Musungu。Musungu 即係烏干達文，即係外國人嘅意思。Musungu 就係我喺呢個國家嘅身份，我係喺當地寄居，係暫時嘅寄居。而我較早之前喺柬埔寨有半年嘅時間喺前邊支援工場，我需要申請逗留簽證，需要買電話卡，需要開銀行戶口，我需要安排交通同住宿。但係我啱啱去到柬埔寨，唔識嗰度嘅語言，
一啲好簡單嘅基本生活都需要本地人嘅幫助。我去到嘅時候咧，會留意當地嘅樓盤嚇，發現原來咧喺柬埔寨咧，外國人係唔可以擁有土地權嘅喎。如果你想買樓咧，你唔可以買地下嗰一層㗎，因為你係一個穆松古，只係一個寄居者，嗰個地方唔係你嘅。弟兄姊妹，我哋諗下，宣教士離開愛錫佢哋嘅家人同埋環境，去到一個新嘅地方，成為一個寄居者，同原先所屬嘅連結嘅群體同埋環境分離，失去咗佢哋嘅支援系統，斬斷咗情感嘅根。喺新嘅地方冇社會地位，身份未被認同，去到一啲敏感嘅地方，更加要隱藏自己嘅身份。聖經點樣講？神嘅心意係要求神嘅子民去愛寄居者，要知道寄居者嘅心情，更何況寄居喺外地嘅宣教士。弟兄姊妹啊，我唔知道呢，喺大家心裏邊，宣教士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大家對宣教士嘅認識係咪都係由閱讀宣教士偉人傳記開始，或者宣教士喺述職翻嚟嘅時候，就會喺台上邊嚟到去分享？睇到聽到嘅可能都係一啲哇，即係好犀利啊，好勁啊，一啲頭頂帶住屬靈光環，好似神人一樣。好偉大嘅宣教士保羅，佢喺哥林多宣教嘅時，佢喺哥林多宣教服侍嘅時候，佢形容自己佢又軟弱又懼怕又戰驚。佢好想分享佢自己嘅軟弱。佢話：弟兄啊，我哋不要你們不曉得，即係話我哋唔希望你哋唔知道。從前佢喺亞細亞遭遇嘅困難，佢連活命嘅指望都冇啦。保羅其實佢陷喺一個幾乎抑鬱嘅邊緣，甚至乎連生存嘅指望都冇啦，一個咁樣嘅光景。喺多次嘅旅途裏邊，呢段經文林後11章26至27節裏邊形容有8個嘅危險。保羅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危險，佢辛苦勞碌，多次不得睡覺，又飢又渴，多次挨餓，遭受寒冷，赤身露體。我想講嘅係偉大嘅宣教士，好似保羅咁，都有佢嘅軟弱同埋掙扎。當然，保羅話佢係靠住神俾佢嘅能力，讓神嘅能力喺佢軟弱上邊去彰顯佢嘅完全。但係唔好忘記，保羅其實都有個好強大嘅支援團隊，無論喺前線喺後方都有好多人為佢祈禱。唔單止為佢祈禱，並且俾佢有好多具體實際嘅幫助。宣教士咧喺宣教工場面對嘅困難、壓力同埋孤單，係我哋未必能夠常常有機會聽到㗎。因為當佢哋表達嘅時候，有陣時佢哋都會遇到一啲嘅難處。有一對宣教士夫婦咧，佢哋一家4口去到日本宣教，2個兒女都好細個。老大咧有濕疹嘅問題，濕疹嘅問題咧嚴重到佢只要喐一喐咧，佢啲皮膚就會爆拆，跟住咧就會嚴重到滲血。老二咧有眼疾，佢哋喺日本咧係服侍學生㗎，會打開佢哋嘅屋企為學生預備愛筵啦，佢哋要煮飯，要帶查經，要關心學生，所有通通全部都喺佢哋屋企進行。但係咧。佢哋老二細嗰個咧，仲係飲緊人奶。同一時間喺屋企裏邊要照顧細小嘅孩子，屋企冇工人冇老人家幫佢哋湊孫，結果宣教士壓力爆煲 burn out。宣教士咧分享佢嘅軟弱同埋掙扎嘅時候，收到嘅回應係：我對你好失望啊！因為教會好錫佢哋。教會對佢哋有好多好大嘅期望，教會籌咗好多嘅款項去差派佢哋出去，佢哋期望佢哋可以一個神人咁樣嚟到去服侍，你哋應該要咁樣㗎。但係我哋要諗下，我哋嘅期望同實際嗰個差異喺邊度呢？亦都曾經有唔止一位嘅宣教士流住2行眼淚向我表達。
我喺工場遇到有好多嘅困難，但係我真係唔知可以同邊一個嘅傾訴。宣教士需要被明白、被理解，需要實際嘅支持。我哋對宣教士有屬靈偉人嘅期望，特別可能係我哋嘅文化某程度造成咗宣教士只能夠分享成功嘅見證，但係其實佢哋好需要一個平台，一個願意聆聽嘅耳朵，讓佢哋分享佢哋嘅軟弱同埋掙扎。弟兄姊妹，我想問你哋記唔記得聖經舊約裏邊嘅以利亞？記得可？當以利亞面對侍奉，佢遇到好大嘅艱難，佢身心疲累嘅時候，佢嘅反應係躺平喺一棵羅藤樹下邊。但係神一連2次差派使者去鼓勵佢，為佢預備美食。第一次使者鼓勵佢：喂，起身啦，食嘢啦，我哋預備咗一啲好好食嘅嘢俾你食。以利亞起身食完之後，佢再瞓。等佢休息過後，使者第2次鼓勵佢：起身啦，食嘢啦，因為你要走嘅路好遠啦。然後當以利亞表達佢面對耶洗別要追殺佢嘅時候，佢話：神啊，你嘅先知俾佢哋殺晒啦，得返我一個，我而家好孤單啊！神冇指責佢，神冇話我對你好失望啊，亦都冇話你服侍得我，你預咗㗎啦。以利亞聽到嘅係低微柔和嘅聲音，一個又平靜又柔和嘅聲音，吸引佢由個窿度走返出嚟，重複向上帝傾訴佢所面對嘅害怕同埋掙扎。上帝接納佢，明白佢，終於佢可以得着力量登上何烈山，繼續去服侍神。宣教士會返嚟述職，宣教士返嚟述職嘅時候好多時都會被關心。工場點啊？你帶咗幾多人信主啊？建立咗教會未啊？但係我哋可以學習嘅就係，當宣教士喺工場返嚟嘅時候，佢哋需要嘅係休息、被關心、被鼓勵，讓佢哋有機會被聆聽、被明白。宣教士需要嘅係有足夠嘅支援。我哋可以點樣做啊？我哋可以效法被神差派服侍以利亞嘅使者。請宣教士食好嘢啦，煮大餐俾宣教士食啦。我相信Danny 小組嘅弟兄姊妹一定冇問題嚇。我記得你哋舊年嘅蘿蔔牛腩啦、燒肉啦，好多好好嘅美食。千祈唔好輕看呢啲好微小嘅服侍。對於一個喺前線服侍嘅人返到嚟嘅時候，佢心裏邊感受到好大嘅溫暖、被愛、被關懷、被接待。可以請佢哋食 buffet，或者甚至乎安排一個短短嘅退休營，甚至乎一個嘅小旅行，特別係一個 family 嘅時候，等佢哋可以停落嚟休息一下，俾佢哋食得好、瞓得好、安靜喺神面前重新嘅得力，讓佢哋有機會得力重新出發，再去服侍。弟兄姊妹，我想問下大家，有冇人呢一度係湊過孫嘅？舉手俾我睇下好唔好啊？有喎，有湊過小朋友嘅呢？湊過小朋友都好多啦，係咪啊？教會其實可以諗下差派弟兄姊妹去短期幾個月去幫宣教士去煮飯啦，幫佢哋湊小朋友啦，教啲小朋友講廣東話啦。因為當一啲宣教士家庭去到遠方唔同民族、唔同語言嘅地方嘅時候，小朋友係慢慢唔識講廣東話噶啦。但係宣教士個心其實係好想佢哋繼續去講廣東話，唔好唔記得廣東話點樣講嘅。呢啲嘅支援其實對於前方嘅宣教士都係好重要，讓佢哋嘅壓力得以暫時嘅舒緩，讓宣教士可以無後顧之憂喺前線繼續嘅打拼，專心傳講同埋教導真理。當保羅喺宣教旅程遇到好多嘅艱難嘅時候，腓立比嘅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去供應保羅嘅需要，有經濟嘅支持，但係同樣都有人力同埋同工嘅支持。以巴弗提係留低支持同埋照顧保羅㗎。保羅話以巴弗提係佢嘅弟兄，係佢嘅同工，係佢嘅戰友。
保羅提醒腓立比教會要尊重以巴弗提，意思即係話以巴弗提嘅服侍同埋支援係非常之咁重要，讓宣教士可以喺前方無後顧之憂咁樣嚟到去傳福音，做培育門徒、傳講真理嘅工作。宣教士需要嘅係經濟嘅支持，係禱告嘅支援，係 manpower 人力同同工嘅支持。佢哋需要情感同埋鼓勵嘅支持，仲有退休後嘅保障。喺上個月，我教會咧就帶咗一班年輕人去到香港荃灣嘅一個地方，大家仲記得荃灣啊？香港荃灣嘅地方去參觀一個由香港一間差會一個嘅 project， 就係咧有弟兄姊妹就係一個圍村嚟㗎。佢哋話宣教士嘅貢獻好多，但係睇到佢哋退休翻嚟之後，其實冇保障。特別喺香港，好多嘅宣教士退休之後，佢哋唔夠積蓄，佢哋翻到嚟其實係冇屋住，要去輪候公屋。但係喺等候輪候公屋嘅時候，其實有幾年嘅時間，嗰幾年其實佢哋可以住邊呢？喺參觀嘅時候，呢一個嘅地方係弟兄姊妹去奉獻咗呢一塊地，讓差會可以嚟到去起一間3層嘅村屋，間咗唔同嘅單位，讓宣教士可以暫時可以安頓喺嗰個地方嚟到去住。而負責呢個工程嘅有唔同嘅弟兄姊妹嚟到去負責，有工程師啦，有負責水電嘅啦，大家攜手齊心協力，讓宣教士退休之後有一個嘅保障。弟兄姊妹，我想講嘅宣教唔係戴德生、馬禮遜、威廉克里呢啲宣教偉人做嘅事。宣教唔係宣教士嘅事，唔單單係宣教士嘅事，係全人全教會嘅事，係關乎我哋每一個做神嘅子民嘅事。唔係人人都要喺前方做宣教士，但係人人都要關心參與宣教嘅事。讓我哋去實踐神嘅教導，攜手好好咁樣為真理把關，攜手一同為真理同工合作，一齊去宣告同埋展示基督。最後咧，好想發出2個邀請。Jackie 咧啱啱分享即係佢喺柬埔寨服侍呢個地方咧，喺柬埔寨珠山，係一個好偏遠嘅地方，由首都金邊去到呢個地方咧要7個鐘頭嘅時間。而珠山係一個連當地人都唔係好願意去嘅地方，因為係當年赤柬最後一個嘅佔據點。喺嗰度冇超級市場，冇便利店，一啲好簡單嘅只有一啲好簡單嘅菜市場。而當地嘅人都係喺好大部分都係喺赤窮嘅裏邊。我所服侍嘅差會環球宣愛協會喺2023年。喺2007年興建小學之後，同埋再喺分別2023年興建初中，同埋啱啱2025年興建高中，讓區裏邊貧窮同埋冇能力嘅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喺上個嘅星期二，係啱啱過去嘅禮拜二，一班初中 Grade 9嘅學生佢哋畢業啦。有好幾位喺社區裏邊嘅孤兒院而嚟嘅學生。佢哋都得到好優異嘅成績。我哋唔單希望透過教育，孩子可以獲得優質嘅教育機會，社區可以被祝福。而建後嘅目的，更加係要讓社區嘅人認識同埋相信三一真神。喺柬埔寨呢個地方，有97%甚至乎以上嘅人都係拜鬼、拜偶像、拜精靈，佢哋唔認識三一真神。我哋需要嘅係教會嘅同行同埋支持，我哋需要有好多嘅支援。弟兄姊妹啊，如果一間嘅學校，你哋諗到需要有啲咩呢？就係老師啦，係咪？我哋需要教音樂、體育、普通話、烹飪嘅老師，需要識得會計、行政等等嘅專業弟兄姊妹同我哋攜手一同為真理同工合作。而喺10月11號，下個禮拜6，一班曾經去過柬埔寨短宣嘅年輕人，將會喺天恩華人長老會舉行柬埔寨之夜，分享柬埔寨嘅需要。
喺出年1月，一班年輕人會再次出發去到柬埔寨短宣支援工場，讓工場嘅同工被鼓勵。好想呢邀請弟兄姊妹嚟到去出席呢個分享會。如果大家有能力嘅，都盼望你哋可以以經濟同埋禱告嚟到去支持一班有心嘅年輕人出去短宣，讓佢哋嘅宣教視野同埋心智可以被培育，將來成為教會嘅宣教精兵。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天父，我哋再一次好多謝你。喺聖經裏邊，每一卷書都係咁寶貴。多謝你今日透過約翰3書去提醒教導我哋，教會存在嘅目的係為咗宣教。我哋要好好咁樣去為真理把關，我哋要攜手協作，為真理護航。同樣都要攜手嚟到去同真理，為咗真理一同嚟到去同工合作。我哋唔一定要出到去前線做宣教士，但係聖經明明提醒吩咐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參與宣教嘅工作。求你將今日神你自己嘅說話刻喺我哋嘅心裏邊，讓我哋唔單單聽到，更加行到，去順服你，以至到我哋能夠蒙上帝你嘅祝福，而上帝你嘅名都可以喺萬國萬族被傳開。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們。